第三天，猶大的背叛，懷疑導致背叛。加略人猶大是聖經中最悲劇的人物之一，他是耶穌的12門徒之一，曾與耶穌同行，親眼見證他的神蹟，並聆聽他的教導。然而，即便經歷了這一切，猶大仍然懷疑耶穌的使命，最終為了30塊銀子出賣了他。為什麼猶大要這樣做？許多人認為，他原本期待耶穌建立一個強大的地上國度，但當他意識到耶穌並不打算推翻羅馬統治時，他的失望變成了懷疑。他不再信任耶穌的更偉大計劃，而是選擇自己掌控局勢。我們雖然不會像猶大那樣出賣耶穌，但懷疑也可能使我們以微妙的方式遠離他。當上帝沒有按照我們的期待行動時，我們是否開始懷疑他的計劃？我們是否選擇依靠世俗的方法，而不是信靠上帝？懷疑會導致錯誤的選擇。猶大的背叛不是一夜之間發生的，而是一個漸進的過程。約翰福音12章6節告訴我們，猶大是一個不誠實的人，他早已經開始偷取門徒共同的錢財。他的心早在最終的背叛前，就已經逐漸遠離了耶穌。懷疑通常也是這樣開始的，最初只是質疑上帝的時間安排，掙扎於未得回應的禱告，或對他的計劃感到失望。如果不加以處理，懷疑會變成距離，而距離則會帶來錯誤的選擇。耶穌明知猶大會背叛他，卻仍然為他洗腳。約翰福音13章5節，這顯示了耶穌無比的愛，即使對於懷疑他、背叛他的人。然而，猶大沒有悔改，而是讓懷疑將他推得更遠。絕望相對悔改。在出賣耶穌後，猶大內心充滿懊悔。他將銀子退還給祭司，說：我有罪了，因為我出賣了無辜之人。馬太福音27章4節。但遺憾的是，他沒有尋求耶穌的赦免，而是陷入絕望，最終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。與之相對的是彼得，他也曾3次否認耶穌。但關鍵的不同在於，彼得選擇跑向耶穌，最終得到了恢復；而猶大則跑向絕望，錯失了耶穌給予他恩典的機會。當我們陷入失敗或信心動搖時，我們有2種選擇：一、奔向耶穌，尋求赦免與恢復；二、讓內疚與懷疑將我們推得更遠。耶穌隨時預備好饒恕我們，但我們必須選擇回到他面前，選擇信靠而非絕望。懷疑是信仰旅程的一部分，但它應該引導我們更接近耶穌，而不是遠離他。當我們陷入掙扎時，我們要誠實地向上帝傾訴，尋求他的真理，
並相信他的計劃遠超我們的期待。一，你是否曾對上帝的計劃感到失望？當時你是如何回應的？二，有哪些小小的懷疑正在進入你的心，需要你去面對？三，你可以如何確保你的懷疑讓你更親近耶穌，而不是遠離他？